性骚扰案件一直逼汤市议员柯家瑞今仔日指控讲，家己3位查甫助理伫2个月内，就连续去互环保局省厅的股长、甲省下的市府顾问等人性骚扰，甚至有甲查某助理滥的行为。针对这部分呢，这汤市长张善政已经甲这2位暂时调离开职务，也启动性平机制等来调查。 伫民测普文指控，汤市府公职人员对女子性骚扰。日落，汤市议员柯家瑞为办公室3位女助理发声，指出有1位助理伫处理营建工程路面落瓦煤选民服务案件，互环保局省厅股长言语性骚扰。2个月内哦，我的办公室就发生4起这个助理被性骚扰的情况。 那对象呢，都是公务往来的这个市府的公职人员哦。柯家瑞同时指出，另外2位助理参加伫议会下乡考察行程，暗顿了后开体会聚会时，省下顾问不时甲因的手牵条条，甚至也阁趁机会感染，造成女助理心情无爽快。柯家瑞表示，最近2个月来，连续事件有3位助理受害，已经协助因完成性平通报程序，我要求汤市长张善政要重视这个问题。我们已经把这2位同仁都暂时调离现职，静候调查。我们也启动调查委员会，会把这个事情查个水落石出，绝对不会姑息。 新闻处回应，市府伫接到申诉案了后，已经启动性平调查机制，除了暂停省下顾问的职务，要求配合调查。针对环保局省厅股长，也成立性平调查委员会，将当事当人调离现职，静态调查。记者综合报道。